我的天啊！今天所有刷到视频的朋友们，你可真的幸运了啊！这是西藏的第一大江雅鲁藏布江，此时此刻江水看到没有，还在流动的，变成了金色的。来看看这儿，朋友们，哇，中国10大最美雪峰之首哈，南迦巴瓦峰正在日照金山，而且你看头上非常漂亮的奇云，据说能够见到南迦巴瓦金山的人会幸运一整年哈。哇，今天是咱们2025年第3次看到了南迦巴瓦的金山，而且是连续3天。哇，这是什么运气啊！咱们愿意把这份幸运哈全都分享给大家。希望今天所有刷到视频的朋友们都是幸运的人哈。看到没有？此时此刻江水是往上流的，哇，再加上咱们南迦巴瓦的金山，这样的景色，有谁能拒绝吗？这就是咱们大美中国、大美西藏、大美林芝哈！希望今天所有刷到视频的朋友们都能够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。希望你的人生一片坦途，祝你步步高升，财源滚滚，扎西德勒。